成為榮耀你名嘅見證。主啊，我哋都要為列國必上禱告，為主蒙召更多不同嘅國家嚟讚美你嘅名，承認你係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。願亞洲成為你榮耀嘅見證，又合一敬拜，成為列國嘅榜樣，吸引更多嘅人歸向你。主啊，求你嘅國度降臨，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賜俾亞洲這片土地豐盛嘅文化同歷史，特別係韓國、日本、中國呢三個被稱為筷子國家嘅民族。主啊，求你揀選佢哋，用你嘅愛與恩典化解彼此之間嘅分歧，建立真實嘅合一和和睦。求主耶穌作佢哋中間嘅主，帶領佢哋敬拜你，齊心推動復興嘅火焰，燃燒起亞洲嘅宣教使命。願聖靈充滿佢哋，賜下智慧同力量，讓呢片地區成為你國度嘅光，照耀黑暗，影響全世界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係啊，我哋相信咧，神嘅心意咧係讓列國合一，讓每一個民族都能夠喺佢嘅愛裏面揾到共同嘅盼望，成為咧佢嘅見證。我哋咧懇求真理嘅靈，願你用無限嘅愛嚟到充滿我哋嘅生命，澆灌我哋，讓我哋嘅歌聲充滿你嘅同在。求你咧帶嚟醫治同埋復興，讓你嘅愛嚟到觸動我哋，讓你嘅聖靈醫治我
哋每一個嘅角落，願你嘅榮耀彰顯，讓我哋嘅生命成為你嘅愛嘅見證。Holy Spirit, we welcome you.